你咧自己係演書節嘅策劃人啦，你又識編劇，點解你自己唔做駐節編劇要揾我咧？如果大路啲講就係我哋要俾多啲年青有為嘅編劇家喺澳門度有所發展啦，做啲平台俾佢啦。咁但係咁多澳門咁多有理想又有才華嘅編劇，咁點解揾馬慧賢咧？咁咯，係啊，咁呢一個先至可能係一個問題啦。咁另外就係其實咁多年嚟。我又唔係真係編咗好多劇嘅，喺演書節裏邊，就編咗幾次啊，加加埋埋都係兩三個啫嘛，即係《詞話人間》、《藍色時分》、隨身知同埋咖喱骨嘅自在。總共4個我自己編劇嘅作品，差唔多啊，咁所以應該每一年嘅演書節都有唔同嘅創作人參加嘅，喺我心目中。咁雖然我哋叫得個節啦，但係人微言輕，資源又有限，就唔可以成日都有好大製作。咁但係嘅呢咧就係一個長期同我哋合作開嘅伙伴啦，佢都好了解足跡一路落嚟做緊嘅一啲嘢啦嚇，因為佢同時亦都係經常關注我哋澳門嘅劇評發展，雖然佢唔係澳門，佢好似睇過晒澳門有人寫劇評嘅戲咁樣啦。咁所以佢亦都係我覺得要揾一啲年青有為有才華嘅創作人嘅時候，好快會諗起佢。加上佢近嚟好多電影導演嘅作品都令人有一種呢一個人應該可以繼續揾佢合作嘅喎，咁試下揾佢一齊嚟玩啦。今次揾咗你做呢個演書節嘅駐節編劇啦，緊唔緊張先？非常之緊張，係啦。咁但首先係你同演聽落書節係有緣分噶嘛？係啊係啊，你記唔我同記得你演書邊一年開始演書節一齊工作？我咧其實咧今日晏晝就上咗足跡貴網站去睇翻，即係因為其實已經好多年前啦，所以其實我唔係好記得係幾時開始同足跡合作。但係呢一切咧，其實我睇翻，我先至發現嗰個年份，因為我唔記得咗，我先發現係2015年，我哋係開始做呢個無處的你，不在的我，就係足跡小劇場演書節第6屆。然後咁嗰陣時，其實我嗰陣時啱啱喺台灣讀碩士，然後就想創作，但係唔知要做咩。咁我仲好記得我係去北藝大，即係台北藝術大學去上高進耀嘅編劇課啦。然後同時我就喺 Facebook 度見到呢個活動。咁當時其實我唔係好知咩嚟嘅，老實講，其實我都冇乜點睇澳門嘅劇場，甚至真係好少睇過嘅好少。但係我以為係一個讀書會，所以我就諗住 OK，咁我嚟參加呢個讀書會啦，即係我研究生咁嗰年真係一開始係讀書會嚟嘅，因為係啦， 2015年我哋用咗8個月做讀書會先做一個小型嘅呈現出啫嘛，所以嗰年嘅重點係讀書會，唔係做演出。係啊，我嗰陣時就覺得我研究生我參加個讀書會都幾好喎，咁樣。咁我就記得係到最後咧收到，我記得好似係小玲問我嘅，佢就同我講，佢話其實咧我哋唔係淨係讀書嘅，我哋有個演出嘅，跟住即係好明顯我冇呢個心理準備，或者當時其實我唔係好未諗到嗰度。然後佢就同我講話，如果你會好驚嘅話咧，都唔緊要嘅，咁樣即係可以再考慮下要唔要繼續啦。但係我嗰陣時個心諗，咁我都洗濕咗個頭8個月咯，唔通而家話唔去咩咁樣？所以係我第一次嗰個時候就係第一次做同大家一齊喺嗰個工作坊入邊做咗其中一段自己寫劇本嘅，同埋要自己演啦。跟住嗰陣時我哋係高進要同鄭允珍幫我哋做呢個表演，有一啲工作坊，跟住阿鐘有一個文本工作坊。咁第一次寫一個劇場劇本出嚟係由演書節開始嘅，2015年。然後到咗2016年，咁嗰陣時其實亦都係我哋正式認識嘅開始，係吧？我哋係2015年因為咁樣而認識吧。15年係啊，你嗰陣時讀書會最初嗰2-3個月仲係透過我哋打開個電腦就係見到你個頭喺度，同而家嘅狀況一樣。你長期都係其實係一個數位化嘅參加者。
其實你唔係真嘅，你 AI 嚟㗎。係啊，其實我一直都係，唔係，我覺得你哋人好好噶，當時我真係俾我去過。我睇翻咧，我今日仲特登上 Gmail 啊，因為我想知道幾時開始呢件事。我嗰陣時咧仲睇翻係 send email 問你哋話我個人喺台灣喎，但係我想參加呢個讀書會得唔得？咁你哋又話得，咁就參加咗啦。因為嗰陣時驚冇人參加，咩都殺啦咁。我唔知噶嘛，即係我係一個參與者，我好驚冇得入噶嘛，即係仲要寫250字，叫做我與書啊，即係去作為報名資料啊。我嗰時仲有寫添，即係我有睇翻我寫嗰啲咩，係啊，有啲咁嘅事。所以嗰陣時係，我覺得係好得意咯，因為未試過，可能係真係未試過喺澳門參加任何一齊咁樣創作嘅，係第一次參加。然後2016年係啊，16年就係促成啦。促成啊，杜國康嗰個導演嘅作品啦，係啊。係啦，咁啊，當時就其實係一樣咁驚嘅，因為做促成嘅時候咧，其實我都唔係好知道寫劇本係咩，亦都唔係好知道做劇場係咩意思。我仲好記得咧，嗰陣時咧，即係排練嘅時候咧，我仲問你話嚇冇得演都演唔出點演啊！即係嗰陣時，因為我對於編劇或者對於寫劇本係點樣，我唔係好有概念嘅，仲係咁，所以係啦，我就好記得2016年嘅時候好崩潰嘅嗰陣時，其實唔係寫嗰件事唔崩潰，係對呢件事冇信心有崩潰。我記得嗰陣時馬慧賢就同我講話，我呢個劇本都唔似劇本嘅，演唔演得㗎？跟住杜國康就話：我咁樣排一個戲都唔係戲嚟嘅，仲演唔演得㗎？咁兩條友好煩，個戲都就嚟兩個咁冇信心嘅咩？係啊，冇信心㗎，因為冇。咁講真，當時我覺得我自己並唔係有上過咩好正規嘅編劇課，特別係劇場編劇。其實我除咗我去旁聽之外，我冇認真上過。咁所以呢個係一個，我覺得對於我嚟講，就係可能係演書節喺呢一兩個戲入邊係由嘗試開始嘅咯。即係我冇咁係啦，然後我就去借咗好多書啦，睇好多經典嘅劇本作品啦。然後我就寫促成嘅時候，心諗下一啲都唔似，即係一啲都唔似《慾望號街車》喎，嚇一啲都唔似，又冇對白噶。係啊，跟住一啲都唔似咩銷售員之死喎，點算啊？即係有啲冇信心嘅。我記得嗰陣時，但係嗰陣時因為要改編呢個看不見的城市，所以都好難有啲咩特別嘅對白俾你寫。但係好得意嘅，即係嗰陣時咧，唔係好知道點樣為之寫劇本。但係我覺得嗰陣時寫劇本、寫促成嘅，我記得寫無論促成又好，定係寫我哋工作坊嗰個劇本都好咧，其實好快寫完。同埋就算我後來有改過，即係有後來梗係會有一個改嘅過程嘅，唔係改好多。即係嗰陣時嘅寫出嚟嘅作品，喺導演嘅加入之前，我覺得好自由，同埋係嗰陣時係。比較係冇咁多框架，我都唔識點樣形容。但係而家有時我都會諗，點解當時我一晚就可以寫完，然後後來都只係修改。但係而家我會成日坐喺度寫唔出咯，成晚咁樣冇行動啊。對自己要求高咗係嘛？收尾你除咗促成之外，都寫咗安娜與蘇珊，仲寫咗2個版本，一個19年喺劇場現場版本。2020年咧就原本諗住喺台北再做到個劇場版，就疫情去唔到啦，變咗一個拍攝嘅版本。咁應該你同演書節就係寫咗呢4個劇本啦，叫做第一個係送外賣啊嘛，第二個就係促成，跟住第3、第4都係安娜與蘇珊咁。雖然中間都有同足跡合作其他嘅演出嘅，咁其實都譬如《咖喱龜遊記》啊嗰啲。因為我自己唔係有喺即係好似頭先講咁，我唔係喺研究所入邊有讀劇場編劇，所以我喺台灣讀碩士嘅，亦都唔算完全係呢一個科系，所以演書節係由我一開始我有機會加入呢件事，即係加入原來可以嘗試做劇場，同埋同大家一齊排練，所以我會話佢係一個即係我成長嘅土壤，即係咁多。即係做咗4個作品啦，然後中間我哋一齊做一啲劇場嘅演出，所以我覺得我諗翻我自己嘅路徑有少少唔一樣咯，好似就係透過參加即係呢一啲劇場作品，慢慢去學習
乜嘢叫做寫劇本，乜嘢叫做劇場創作，然後演書節就係一個開始，同埋可能因為我今日睇翻10年啦，即係呢10年入邊就係即係算係一個過程咯，好似每隔幾年就即係又會見到演書節做緊一啲嘢咁樣，所以係啊，即係已經10年啦，所以係一個成長咯，陪伴成長嘅關係。寫作呢樣嘢其實都幾重要嘅，對我嚟講，因為可能唔知啊，其實係一事無成咯，因為自己就係寫作嘅時候，好似咪有首歌係要唱啊，要寫作嘅時候，你就覺得好似做咗啲嘢出嚟啊，係啊，可能都要其實都要感謝以前細個冇乜心機讀書，唔係都有嘅，但係鼓勵我寫作嘅，其實係可能係細個中意睇嗰啲 DJ 出嗰啲嗰啲好細，你哋太年青啦。有一輪啲 DJ 會出啲好細本嘅袋裝書，攝喺褸袋就打開，好似即係倫敦睇去地鐵坐嗰啲編故嗰啲書咁。咁啲 DJ 啊，即係鄭丹瑞啊嗰陣時，譬如當時嘅何秀平啊嗰啲人會啲 DJ 會出啲書噶嘛。咁嗰陣時自己因為中意聽電台啦，咁就買嗰啲 DJ 嗰啲書嚟睇，咁自己好中意睇。咁自己睇之後，其實有養成咗一種，因為嗰啲書咧，其實好處係咩咧？就係佢唔深啊，即係佢容易睇，同埋佢講嘅內容可能都牽涉到一啲即係流行文化，同埋佢會講一啲當時社會發生咩事。因為嗰陣時啲 DJ 寫啲書會比較好直接咁講啲社會發生咩事，咁會吸引到佢睇咯。睇完之後你有個衝動，咁我見到一啲自己身邊嘅嘢，咪都可以寫啲文章嚟記錄下咧，或者係發表下咧咁樣。咁慢慢開始佢係建立咗一個，我諗佢同我自己點樣成長裏面建立自己嘅角色嘅好重要嘅一個過程。馬慧賢，你又覺得點咧？係，多謝你。我覺得我諗可能我哋雖然即係時間唔太一樣，但係咧以前嗰個寫作嘅開始都係有啲似嘅，因為我都係由好細個就開始寫作啦。然後咁細個嘅時候都唔係真係有好多咩娛樂嘅嘢做，咁所以我由好細個開始就開始睇書，然後就因為無聊，所以我就會諗，如果我咁無聊，我係咪可以都？其實我一開始咧唔係寫創作先嘅，我係翻譯，即係我攞本書將英文翻成中文寫落個單行簿度，因為我想揾啲嘢做，因為我冇嘢做。然後咁就翻下之後，我就開始覺得，如果佢寫啲嘢，咁不如我都試下寫啲嘢啦咁樣。但係當時可能到好細個嘅時候就會想像，如果我都可以咁樣寫一個作品出嚟，咁完整咁傳達一個思想，到底係點樣嘅一件事。咁但係因為真係當時太細個，所以好難去想像嗰個咁大嘅事係咩事咯。我純粹以為會覺得係寫作好似係好好玩嘅一件事，又或者有啲人會將寫作當成係人生嘅志向咁樣。因為我係由讀經典文學開始，我就覺得呢啲人好似即係呢件事好似好重要，唔知點解咁。但係我都有被呢啲作品感動。咁直至到後來，我覺得開始真係自己開始寫一啲嘢之後，就開始變成其實都幾得意，因為我好似就冇再感受過咩，即係其他人都講咩寫作好好玩啊，好享受，或者有好多靈感衝住過嚟逼住你寫，唔寫唔舒服。但係其實咧，我都唔係咁嘅，即係我係有一種，我純粹係好多時候係喺某一個狀態、某一段時段入邊有一種覺得，我好似有一啲嘢喺個腦入邊，我唔寫咧好唔舒服，我寫都會好唔舒服嘅，咁我就寫啦。咁真正覺得最快樂嘅時候咧，通常係寫完嗰3分鐘或者做咗成一個戲嘅嗰個禮拜，然後又會陷入一個新嘅循環啦，就係繼續咁樣。但係老實講，我到依家都唔係好知道自己到底中唔中意寫作嘅。但係可能呢一個係對我嚟講，而家係作為咁多種創意方式入邊最低成本同埋最自由嘅，先將自己整理好嘅方式咯。
所以都唔我諗療愈㗎。我諗係因為對我嚟講係佢係一個我練習最多嘅一件事啊。因為即係好似運動員咧，佢練習咩嘢嘅體育項目會練習最多，會比較擅長啲做嗰件事。而寫作係我可能我生活裏邊冇咩特別練習得多噶啦，又唔做運動啊，咩其他嘢又唔係好識啊。咁但係寫作就係自己練習得最多嘅體力活啊。即係嗰樣嘢就係你叫我幾時寫啲咩出嚟，其實因為我平時可能真係同自己訓練有素，就會。佢會成為我最直接、最簡單可以表達到或者交到貨嘅嘢。我經常對我嚟講咧，最好玩嘅事就係同個腦互動，即係同自己個腦互動。咁但係只係同自己個腦互動咧，其實有時候係會唔清晰噶嘛。所以當我寫作嘅時候，其實都係好多時候，我覺得係同自己對話嘅狀態。然後喺個過程入邊係的確係有一種對我嚟講係釐清好多事，好功能性。係啊，就算係寫一個戲都好，都係好功能性嘅。我喺度釐清緊一個我想寫呢個戲嘅某一種感受同某一個狀態。但係唔寫唔知，即係一直喺個腦入邊諗又係唔知嘅咁樣。我覺得對我嚟講，編劇喺寫作入邊，其實係一個退得比較後面嘅位置。即係無論係劇場又好，電影又好，其實編劇係一個架構嘅建造者。然後好多事可以喺呢個架構入邊發生。但係我而家會諗，其實有時候編劇喺喺一個創作入邊，其實佢係用一個好理性嘅方法去建構一個敘事，係好幾功能嘅一件事嚟嘅。咁但係因為我細個，譬如我細個嘅時候，一開始就同家姐一齊寫小說啊，跟住寫詩啊，寫散文啊。以前我唔知道有一個位置叫編劇，都唔知道有樣嘢叫編劇。咁直至我發現咗呢件事之後，我發現其實寫編劇嘅時候，用個腦好似同平時做其他嘅創作係唔太一樣。我自己會關注嗰個每個戲嘅權力嘅問題咯，即係究竟邊個掌握緊呢個戲嘅權力，其實個編劇個位置就會改變。係啊，即係我都想問你，係咪會覺得演書住裏邊你做編劇做得好被暴力？第一次寫呢個速成就俾杜國康吊高咗，坐喺度要讀埋自己嘅劇本啦，咁樣嗰個權力嘅關係會唔會好？會影響住編劇嘅位置咁樣，係啊。隨住我自己嘅改變，我嘅諗法都改變咗。即係速成同而家我對編劇嘅諗法好似好唔一樣。編劇其實只係對於我嚟講，開始只係一個芸芸嘅寫作方法嘅一個其中一種文體咯。對我嚟講，即係當譬如細個嘅時候會寫啲散文啊，跟住會寫啲虛構少少嘅嘢扮真實啊，即係你唔會諗呢個叫小説噶嘛，淨係會寫啲喺真實以外寫少少古怪，但係又唔係真係完全知道係小説嘅嘢。咁到真係到參與一啲劇場活動嘅時候，老師話有人寫劇本，咁咪自己試下寫劇本。係啊，其實對我嚟講，睇劇本唔係我真係好中意嘅文體嚟，即係睇一個劇本有個人對話，跟住又要點每一個人講一句説話咁一行行咁寫，唔係我中意睇嘅文體嚟。係啊，咁自己寫劇本嘅時候，所以都反而會諗嘅係呢個應該話我係以導演嘅角度寫劇本先嘅平時，即係可能某一啲場景或者某一啲演員或者係一啲呢個戲會出現嘅一啲風格或者要講啲乜嘢，其實講啲乜嘢都唔係最重要嘅，對我嚟講有時大概有個概念嘅，即係最後個劇本寫成咩就咩啦。所以佢唔係純粹一種為寫作而寫作咯。其實講起有啲悲從中來，其實好耐已經冇試過為寫作而寫作嘅。
即係都係有任務去寫作，尤其寫劇本嗰個任務性好似好強。你係要好似頭先你所講嘅，我都同意，就係你要褪後一步，因為你要睇有幾多個人同你一齊合作呢件事。之後你寫嘅時候，嗰啲部門已經出現緊，係有啲咩設計師，有啲咩演員，有啲乜嘢經濟上嘅許可得唔得啊？呢件事好多嘢已經喺度運作緊，即係佢唔係一件好純粹寫作嘅事嚟啦。編劇對我嚟講，同埋權力嘅關係都我諗會幾影響嗰個編劇當下編緊當下嗰個心態咯。咁所以通常我都係自編自導㗎。一嚟我啲劇本寫出嚟冇人想導㗎嘛，係啊，唔似得馬慧賢啲劇本寫出嚟有啲名導演同佢一齊合作。咁但係我嗰啲就係寫出嚟只能夠自己去讀，咁嗰個權力嘅關係好唔一樣。所以反而我會諗，究竟馬慧賢點諗嘅咧？即係《言書節》裏邊，即係作為一個女性嘅編劇啦，跟住每一次合作都係嗰啲麻甩佬麻甩仔啦。咁我最記得馬慧賢第一個戲《速成》寫完之後，杜國康話：不如你做埋啦，跟住就將你吊咗喺個半空嗰度，你要讀自己嘅戲嘅獨白嘅。係啊，即係會唔會覺得啊？我做編劇啫，點解要咁對我啊？係啊，到後嚟我見到你，雖然唔關言書節事啦，早2年做大世界娛樂場3咧，台北嘅時候，你又要出嚟讀自己啲獨白，係啊，即係你點睇嗰個角色咯？其實我覺得如果係純粹講編劇嚟講，即係編劇嘅權力嗰個位置同關係咧，我自己都有好多唔同嘅諗法。即係由我記得係言書節一開始，咁第一年2015年嘅時候，我哋好單純，因為當時你仲要自己演出埋嗰個劇本，所以我哋當時真係純粹就係我等於為自己量身打造咗一個獨白，因為而且係獨白添，所以一切都係好可控咯。咁到做速成嘅時候，先至算係第一次真正同一個導演合作寫一個劇本。我覺得嗰陣時嘅我其實係因為我係冇信心啊嘛，咁我就去睇咗好多經典文本。咁睇嗰啲經典文本嘅時候咧，我俾一個 idea 影響咗，我就覺得係喎，即係我對到依家都係執住嗰個劇作家手入邊嗰本劇本去理解緊呢個戲係咩一件事，反而唔係好知道個導演係點樣，所以我一定要將佢寫到，即係我嗰陣時嗰個心情就係因為好想學啊，我就覺得我係咪都要咁樣想像我自己喺每一個戲劇入邊參與嘅角色。所以老實講，我而家諗翻嗰陣時自己嘅狀態係好以一個由嗰個狀態學習編劇嘅角度切入嘅。我以為我係要寫出一個好完整嘅故事，然後就交俾其他人寫。我好希望當時我自己寫嘅呢啲嘢可以好完整咁俾人呈現，呢個係我大概10年前嘅諗法。然後經過咗10年，咁所以咧，其實嗰陣時我係譬如話杜國康要我去吊上張凳度讀嗰啲嘢啦，我嘅諗法就係覺得只要可以令呢個戲被呈現，冇所謂都幾好啊咁樣，即係咁梗係驚啦，講真演出好驚。但係當陣時真係嗰個好希望，覺得好似作為編劇係一切嘅第0步。然後第0步去到第1步，咁嗰陣時我嘅對劇場嘅諗法係咁樣。但係過去呢10年咧，可能因為我哋做咗好多唔係咁樣嘅戲啊，即係譬如我哋做咖喱骨遊記，冇得諗冇得設計啦，即係咁我點知啲觀眾會係點咧？係咪？亦都唔知道當日嗰個情景係點樣。跟住我哋速成都係有令到我有啲啟發嘅，因為我點寫都好，嗰個現場原來最後呢個戲並唔係我諗嘅嗰個戲。然後加上又開始同進耀合作啊，睇咗好多啊嘅時候，我覺得我嘅諗法係變咗嘅，變咗好多添啊！而且咁到咗而家，甚至因為我見到我哋後來有講一個編劇喺劇場嘅角色係乜嘢，我覺得我而家諗法就係，我覺得編劇係一個至少係而家我經常參與嘅呢一啲演出入邊啊，變成一個比較係叫做合作者或者協作嘅角色咯。即係我唔再覺得自己係一個發起呢一切，諗到一個好完整嘅劇，然後大家去實行佢嘅角色。然後首先係好可能係因為我發現我哋而家唔係一陣需要咁樣嘅演出，或者唔需要咁樣嘅製作過程，或者唔係需要一個咁樣嘅
經驗。即係以前我覺得好似編劇係一個作曲家，我寫好個譜，然後大家就可以將呢首歌唔同嘅部門一齊演佢出嚟。我而家會比較想像我自己係一個樂隊嘅一部分啦，即係我可能係彈豎琴嘅，我唔知邊個係作曲家啦。而家即係我諗唔係我咯，即係而且我覺得幾好咯，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我最大嘅改變。我開始覺得我自己係一個成個樂團入邊嘅其中一部分。我要問下你哋嘅大量獨白係點樣咧？我嘅大量獨白係因為我個人就係唔中意同人對話，唔係即係我即係頭先我都講我係唔係好中意劇本嗰種題材噶嘛，即係睇嗰陣時覺得明明係一個人寫出嚟，尤其好多時候啲劇本你知道其實都係嗰個編劇自己想講嘢啫，跟住佢就將佢要講嘅嘢咧寫出嚟，又分配咗好多唔同嘅角色身上幫佢講，即係我講緊一啲寫得唔好嘅劇本啦，就會令到你覺得好沉悶啊嗰個過程，你要假裝人哋幫你講呢啲嘢咁我覺得獨白對我嚟講係相對更加真實一啲，即係for我自己嚟講係啊，即係作為一個其實喜歡寫作之後先開始要寫劇本嘅人嚟講，係啊，因為好多我唔知係咪好多人係為咗做戲而先開始，即係為咗寫劇本先開始寫作，可能有唔同嘅做法但係對於我嚟講，寫獨白就係我寫作嘅本質咯，係啊。我都係諗緊呢件事嘅，即係寫，但係諗法可能有少少唔一樣。即係我喺度諗咧，咁我的確係第一次寫劇本係寫獨白開始嘅，就係寫演書節嗰個社工開始啊嘛。咁我嘅體驗咧係嚟自於我哋即興嘅時候，第一次咁即興，我哋就要扮一個社工，然後當時嘅指令就係叫我哋去敲門，叫嗰個人出嚟。然後咁我就點敲，咁因為冇人噶嘛，咁你就要不停咁喺度諗，我而家要點算咧咁樣。然後當陣時我自己本人嘅體驗有一種係，原來嗰一刻我自己同時表演緊，但係我同時又創作緊，但係我同時又思考緊。然後呢一個體驗係我對獨白嘅好早嘅，即係我諗好早嘅呢個體驗定型咗我對獨白呢件事嘅理解。然後後來咧，我就發現，即係我同一啲朋友傾偈，或者同人傾偈嘅時候咧，有時候成日佢哋講到某一件事咧，就突然間有啲神奇嘅 moment，無啦啦佢哋會講到停唔到，即係我哋講緊同一件事，突然間佢講起某一個人、某一件事、某一個記憶嘅時候咧，佢停唔到之餘，佢表情又變咗啦，跟住啲 friend 咧傾下，你覺得唔知點解，但係佢嗰一刻突然之間佢成個人變咗，即係我可以 feel 到佢講緊。但係佢又諗緊，但係佢又表現緊，佢又表達緊，但係佢入邊有一個好大嘅世界，我唔知佢諗咗幾多嘢，然後佢有幾多嘢又未講出嚟咁樣。咁呢一種時候，我後來發現其實原來喺日常生活中係都幾常出現。咁即使係咁常出現，咁我都冇辦法成日睇到噶嘛。但係好彩就係編劇可以去即係強行創造呢個時刻咯。即係無論嗰個人有幾內向啊，或者有啲人無論你覺得佢係一個幾無聊嘅人都好咯，唔知點解有時候佢哋無啦啦自己可以好吸引咯。即係我覺得嗰一刻，所以對我嚟講，獨白係呢兩件事令到我會覺得定義咗我而家諗獨白嘅時候，我會諗乜嘢咯。同埋我成日諗呢，有陣時即係有時聽屋企人或者啲尤其喺年長一輩嘅澳門人啊，好似我阿媽嗰代人咧，佢同你講嘢咧，佢複述一件事嘅時候咧，佢唔單止係複述佢對佢見到嘅嗰件事，佢會喺個過程裏邊，佢會角色扮演，即係佢會講啊，我嗰日見到邊個啊，佢咧話咩，突然間佢把聲會變成嗰個人，要講嗰個人嘅嘢出嚟，然之後其實我淨係想知佢出街去邊度買餸啫嘛，但係佢中間就會跳開咗好多佢突然間遇到嘅人啊，或者係佢同嗰個人傾偈傾咗啲乜嘢，但係其實我呢個唔係我想知嘅嘢，但係佢就會完全遊走咗去佢當時嗰個世界。因為我記得我以前睇過一篇文章咧，但係我已經唔記得咗邊度睇。咁講緊呢個哲學家，嗰個哲學家就研究獨
白係啲咩嚟嘅？即係內心獨白啦，我講緊，即係唔係首先就係話，即係獨白唔係代表話一個人講嘢就叫獨白，其實喺劇場裏邊或者生活裏邊都有啲嘢叫內心獨白。咁佢話我哋一日裏邊或者一世人裏邊獨白嘅時間係長過同人對白嘅時間好多嘅啊，同埋我哋只要我哋沉默就開始獨白。知道我心裏邊不停有好多內心嘅獨白，所謂嗰啲內心嘅小劇場出現，而更加珍貴就係你內心嗰啲冇辦法自己了解嘅世界，又透過呢啲獨白突然間湧出，即係你唔可以控制自己內心獨白講乜嘢嘅。即係我同你講嘢，我就會諗下組織下點講同你講，但係個內心獨白咧就係嗰啲你唔知邊度嚟嘅説話就會出現咗喺你嘅心裏邊，所以。我自己尤其呢幾年寫劇本嘅時候，幾想去追求嗰種狀態，所以但係有陣時理性會話你聽劇本係點寫或者台詞係點寫嘅，咁但係喺感性上，我會有陣時會盡量俾自己放任，唔好去諗我要寫到啲乜嘢，而係諗呢個角色而家講緊啲乜嘢。咁所以寫獨白俾我自己揾到一種。純粹想揾一啲真實啲嘅人嘅聲音喺裏邊，係啊。咁尤其呢幾年好多時寫都係嗰啲 audio walk， 一路行街一路聽，好多時真係獨白嚟噶嘛。即係好似揾到一啲幾屬於自己嘅寫作方式咯。頭先講嘅呢個即係回應下先，你頭先講嘅呢個即係理性同埋感性嘅衝突，即係因為我都有聽講過咧，即係好多人咧，其實個腦咧，即係思考咧，原來唔係每一個人都用，即係原來唔係所有人個腦諗嘢咧都有把聲嘅。即係我係成日都有把聲同我，譬如我撳個 lift， 我都會同我自己講話：你好，而家撳係咪你要等好耐啊？咁即係我有一句説話，總係有一句説話咁樣。係啦，咁我諗我哋可能係同一類人啦，即係我哋個腦都用聲音作為線索同我哋講嘢，然後咧我哋又好理性，所以我哋講嘢又好小心啦。但係咧最近咧，我對於嗰個邊界好有興趣咯，即係咧，我覺得我哋譬如我哋好似寫《咖喱骨遊記》嘅時候咧，我而家諗就係，哇！嗰陣時我哋聽40分鐘一直有人同你講嘢，或者一個人啊，即係 Freddie 講40分鐘咁樣，其實係好唔自然嘅，或者邊個人講嘢可以講40分鐘，但係如果佢真係講40分鐘，總有啲時候嗰個理性真係好攰，即係攰咗啦，或者突然之間唔小心你會突然間發現嗰個邊界會被衝破咗。然後有啲嘢佢會喺嗰個時間入邊，佢會即係為咗要講落去咧，我就會唔小心講咗好多唔應該講嘅嘢，或者即係有時尷尬，好想塞滿嗰個時間，所以我又講多咗幾句，然後唔應該講嘅，即係我覺得我最近係對於呢種透過時間啊，或者透過某一樣嘢衝擊心理界線嘅時候，會講乜嘢好感興趣。好難講話現今劇場同定係講澳門現今劇場咯，因為其實編劇嘅角色一路喺世界嘅劇場裏邊，我唔覺得有消失過或者有不太被重視過嘅啊，即係一直雖然話有段時間話編劇可以唔使啲戲可以唔使有編劇可以就咁大家 jam 個戲出嚟咁樣，咁但係好快編劇又會再用佢自己好獨特嘅一啲新嘅寫作嘅策略，又重新翻去劇場嘅舞台嗰度，又或者佢哋越嚟越熟悉劇場嘅技術或者劇場嘅美學係啲咩嘢，佢唔再係以前我寫開小説跟住閂埋門寫埋個劇本啦咁啊，即係嗰種編劇咯咁所以我覺得編劇一路都係，甚至係劇場裏邊，或者係無論電影或者劇場都係一般觀眾嚟講，以為自己最了解嘅角色嚟嘅。即係我記得最近都有傾開話，當你睇劇評嘅時候咧，編劇好多時都係第一個遭殃嘅。啲人唔中意睇嗰個戲咧，就會話個戲唔知寫咩啊。個劇本唔得啊，咁但係好少人會話個導演導到個戲唔得啊，因為一般觀眾嚟講，佢唔識得去分析嗰個
乜嘢係導演嘅手法，甚至連演技唔識睇識喊就係好演技啦咁。但係可能佢未必係演好咗個劇裏邊嘅一啲嘢。咁但係個觀眾就會話嗰個戲個劇本唔得，因為佢係最了解，佢以為自己最了解故事係啲乜嘢啊。咁但係編劇其實唔係寫故事嘅，編劇係點樣去敘述個故事嗰個人，即係佢要點樣去建構呢個故事。個故事可能唔係佢諗出嚟，或者故事唔係佢第一嘅任務。寫故事就係寫故事嘅人，編劇就係編呢個故事嘅人。咁但係再經過導演啊，好多舞台上面嘅美學啊，演員去做之後，其實編劇個角色其實唔係咁未必係最核心嗰個。但係通常好多觀眾嚟講，佢以為自己最熟悉一個戲嘅就係最熟悉編劇，但係恰恰喺整個表演藝術嘅體制裏邊，編劇好似地位崇高，但係佢得到嘅待遇又唔係最崇高嗰個，甚至係好低嘅嗰個咯。我覺得係一個吊詭佢嘅角色。你咧，你打滾咗咁耐嘛？電影啊、劇場啊，唔係電影唔係劇場嘅編劇又有做啊，咁你自己覺得點？我覺得你講得啱啊！我諗好多，但係我懷疑係真嘅，即係對於好多觀眾嚟講，電影又好，劇場又好，編劇係佢哋覺得佢哋最接近嘅角色。可能係真嘅，係因為即係好似我哋頭先講一個人講故事，即係複述佢今日去街市買餸嘅時候，我諗係我哋由細到大都喺度學習緊講故事，而好多人佢哋對於講故事，其實佢哋唔覺意都練習咗好耐，然後又話覺得我哋由細到大睇書又好，睇電視又好，睇咩都好，我哋不停咁去到吸收好多故事，但係相對可能對於觀眾嚟講，佢哋唔係咁容易去學美術，即係唔係由細到大都學舞台佈景咁，即係舞台佈景唔係一個佢哋覺得佢哋有信心去評價嘅事，所以的確我覺得編劇，所以亦都可能係點解，即係好多觀眾佢哋去評價一個作品嘅時候，會先由故事切入。而我就會諗，的確對於編劇嚟講，的確係喺度，我哋喺度建構緊一個故事，無論係用文字又好，或者我哋係透過我哋有時會調整一啲段落，即係講呢個先，再講呢個先。其實我哋喺度調整緊講故事嘅方法咁。即係要去到寫一個對白，佢會講乜嘢已經係一個好後來嘅過程，因為有時候只要個架構呈現咗個架構喺度敘述緊一個故事、一個主題思想嘅話，嗰句對白可能就唔係最重要嘅事。咁但係對於觀眾嚟講，佢哋有時只會覺得嗰句對白好生硬，咁都係冇寫好，都係真嘅。即係我諗到而家編劇喺，即係我雖然我唔知道，我有冇咁嘅知識去回答編劇喺現今劇場嘅角色啦，但係我會覺得我哋而家觀眾或者現代人感受故事嘅方式改變咗好多，即係我哋可以透過太多唔同嘅方式去感受一個敘事，包括 VR， 我哋係進入咗一個經驗，所以喺呢個經驗入邊，編劇首先我哋係處理嘅反而有時候會係一個架構，或者會係一個好虛無嘅，甚至唔係起承轉合嘅故事，但係有一個 flow 喺入邊嘅，即係我哋仍然係創造緊某一種好符合故事邏輯嘅 flow 咯，somehow即係都係好同以前嘅咩嗰啲所有嘅經典故事係好似。又另一個如果入到細節嘅話，就會係我又會有時喺度諗，咁喺呢個咁嘅咁常變嘅狀態入邊，我哋幾時會需要文字？即係文字嘅角色係乜嘢咧？或者對白嘅角色係乜嘢咧？幾時需要語言同文字咧？我諗而家嘅編劇面對住咁多，譬如玩電話啊嗰啲，即係我哋個成個説故事嘅方式嘅改變嘅時候，呢件事就會係我哋要處理嘅事。咁至於好容易俾觀眾鬧，我覺得冇計，因為真係大家由細到大就練緊呢件事，即係無可厚非咯。但係又都得嘅，因為都公平嘅，因為我哋入行嘅時候都容易啲啦，即係我乜都唔識嘅，但係我都可以試下寫故事，即係好公平嘅，我都覺得。即係如果你入劇場，你話俾阿媽聽，我做舞台監督啊，咁但係佢唔會明啦。你話我係做編劇啊，佢明啦，咁容易啲。
係啊，係好公平嘅事嚟嘅。即係我嗰陣時一開始諗住即係足職咁樣參加演書節，都唔咩都唔知㗎啦。咁我冇理由做舞台監督㗎嘛，乜都唔知咁樣，又唔識得指導表演，係咪先？你叫我表演，我又驚咁樣，所以好公平嘅，我覺得。就係死剩一支筆咁，任何嘢都係。說故事呢件事係唔會被改變嘅，但係我哋嘅工具同埋觀眾感受世界嘅方式係有改變。所以其實故事同敘事係兩回事咯。而家我哋其實更重視點樣去敘事嗰個問題，係咪？因為故事講嚟講去都係咁上下啦，冇乜新鮮感噶啦，啲故事已經係啦。但係隨住工具嘅發展，即係而家我哋咁多工具，然後有咁多新嘅工具嘅時候，我哋嘅敘事就會有所改變。咁今年演書節啦，咁我哋強行要阿咖喱參與，要攞出2個作品。咁可唔可以介紹下2個作品嘅分別咧？好，其中一個舊嘅先啊，舊嘅就係故事以前的故事啦。咁呢一個係我記得應該係2年前吧，咁參加澳門文學獎投稿嘅作品嚟嘅。咁嗰段時間咧，其實我就係睇咗一本小說，好感動，即係 Middlemarch 咁樣，就諗起細個，哇！我就係咁樣睇完一本書飄啊，然後我就覺得哇！我要咁樣做一個寫作者啊，咁樣即係當我睇 Middlemarch 嘅時候，我記翻起我細個第一次睇一本經典嘅時候，想成為一個寫作者嘅感受。咁然後就喺度諗，到咗33歲啦，嗰時33歲，我就覺得哇！創作由一個夢想變成咗一個職業。於是嗰個戲其實故事以前的故事咧，呢個戲咧係我寫文學獎嘅時候投文學獎，係因為咁我唔需要面對任何製作問題，最多評審覺得我唔好啫。但係我唔使面對任何，即係諗下錢、諗下觀眾、諗下我又冇任何部門嘅喺我心入邊當時。咁但係我想透過呢個寫作去思考創作呢件事，同當成為咗一個職業之後，呢10年以嚟，佢同城市嘅關係、同體制、同其他人嘅期待，到底會點樣相關？即係點樣變成唔係一個單純嘅過程？所以我就當時就2年前啦，寫咗呢個戲去投文學獎。新嘅呢個戲就係受 Maggie Nelson 嘅啟發，咁我就睇咗佢嘅另一本書啦，就係《藍色之書》。咁喺呢本書入邊咧，佢用咗240個段落去寫藍色呢個咁簡單嘅概念。咁當時我睇呢本書嘅時候，就覺得可以咁單純咁反覆去學習呢件事係一個好有趣嘅過程。其實同創作嘅本質係好接近嘅，咁所以我哋就選擇咗一個主題去咁樣去做。咁講佢有咩分別之前，其實我想講佢有咩一樣。佢一樣嘅，我覺得佢一樣嘅地方，其實對我嚟講係算係呢幾年嚟我自己喺度對於創作或者對於我自己係一個創作者嘅一種反思，即係我喺度諗緊呢件事對我嚟講有咩意義，同埋點解我會做緊呢件事。咁但係唔同嘅地方係寫文學獎嘅呢個作品，即係故事以前的故事嘅時候，當時我想描寫嘅係創作同埋外界嘅關係，即係一個外力嘅關係。但係另一個作品 Notes on Hearts 佢就比較係一個內在嘅張力，即係就算我撇除任何嘅外在嘅體制，其實我自己作為一個創作者，我反覆要去練習一件事，要去表達同埋接近一件事嘅時候，我嘅內在都係充滿張力嘅呢個過程。我會覺得係咁樣睇佢哋唔同嘅地方。咁既然頭先咁樣介紹完即係呢個我嘅諗法啦，我都想問下你，既然你要發展，你係作為呢個係戲劇顧問、策展人、戲劇策展人，係啦，你會點樣發展呢2個劇本咧？係好擔心你，我唔擔心，我有咩好擔心？好擔心。係咯，咁嗱，今次咧，我哋一開始嘅概念就係揾馬慧賢嘅做呢個注節嘅編劇，至少有2個唔同，佢有唔同嘅作品啦，一個新一個舊。咁故事以前的故事咧，我自己睇劇本嘅時候，我就覺得佢係一個唔係咁，雖然佢係有一個故事性喺度，但係佢又唔係一個好話劇式嘅一個作品嚟嘅嚇。即係其實佢好似一個冷眼旁觀，或者係一個旁觀者
而呢個旁觀者係未必係完全陌生嘅，可能係劇中某個人嘅，但係抽離咗自己出去睇翻一件事嘅感覺。咁我自己佢好似係一個將自己嘅生活嘅一啲面對嘅某啲事嘅片段重新去參觀一次，但係嗰個過程佢未必係一個真係好順序去睇佢自己。通常寫個劇本，我哋要諗辦法去蕪存菁，幫佢砌好佢，頭空腹咁砌好佢。咁但係我又覺得觀眾其實可以，佢唔需要咁直接去由頭睇到尾，而係佢好似進入咗呢一個人嘅世界咁。所以我喺呢個作品裏邊，我想佢變成一個好似展覽式嘅，但係嘅演出。佢冇演員嘅，但係都有演員，可能喺個影像裏邊或者係聲音都唔定啦。咁而家仲係創作階段，咁所以我自己覺得今次呢個作品可以唔係有演員咁去做戲。咁另一個咧，全新嘅創作嘛，全新嘅創作我就覺得新嘅作品，同埋聽過你講話嗰個藍色之書嗰個過程啦。咁我覺得我哋有一次討論嘅時候，如果由邊個嚟講好咧，咁我哋好似能夠咁樣當獨白，亦都係我哋心目中呈現嘅嗰個人嘅形象，好快就諗到鄭允珍咁大家都一拍即合意。允珍又答應咗喎，咁於是我哋就好榮幸又邀請到盧仲麟同我哋做導演，做呢個演出嘅導演啦。咁我自己覺得係一個幾刺激嘅過程嚟嘅，因為佢完全全新咯。咁同埋個過程係一齊去，我會叫佢做一個編演導嘅共構嘅過程咯。咁呢個製作過程會係一個有趣嘅作品嘅，我覺得。咁至於呢兩件事係咪而家我描述得咁奇怪咧，或者係咁吸引人咧？咁好難講嘅。最容易得到答案就係你走嚟睇啦。咁你就買飛睇啦，報名睇啦，咁咯。